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收聽幸福潛能360，我係教練仲安 Isaac。相信喺現今嘅世代裏邊，我哋每個人都會有唔同嘅角色，可能係人哋嘅仔女啊、父母，又或者係人哋嘅另一半，同時亦都係其他人嘅同事啦、下屬啦、上司咁樣。當我哋同時需要面對工作、家庭唔同方面嘅挑戰嘅時候呢，好可能我哋都會感覺到好大壓力。有一刻我哋都會諗下，究竟點樣可以攞到工作同生活之間嘅平衡呢？當我哋諗下又諗起，以前我都有啲計劃嘅，不過做下又冇繼續落去啊。當我哋心裏邊有呢一類型嘅猶豫嘅時候呢，好可能我哋就會停步不前啦，唔去處理啦，結果壓力就越嚟越大，以致咧影響到我哋嘅身體健康。咁究竟可以點算啊？今集我邀請咗我其中一位被教練者，佢係一個老闆，同時喺屋企咧亦都兼顧咗唔同嘅角色、唔同嘅責任。所以咧，佢壓力大到咧，令到佢身體出現咗一啲嘅少少嘅問題。究竟透過教練對話，透過聆聽同提問，點樣可以令到佢覺察到自己嘅一啲盲點，同埋揾到一啲嘅新嘅方法，去幫助佢面對呢啲挑戰，揾翻工作同生活嘅平衡呢？好啦，邀請大家一齊嚟聽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做 Ann， 係一間外傭中介嘅東主嚟嘅。咁我同時亦都有個角色係人哋嘅媽咪啦，人哋嘅太太啦，人哋嘅女啦、新抱啦咁樣，多樣嘅角色。咁我相信呢個係好多人都同時係一個唔同嘅角色、唔同嘅崗位嘅唔同嘅角色㗎啦，咁樣。咁因為最近咧，我喺生活上咧都遇到一啲樽頸嘅位置啦。咁無論係時間分配啊，喺工作方面啦、家庭方面、休息方面咧，都好似去到一啲俾自己太大壓力嘅一個狀態嘅。咁身體出現問題啦，情緒出現問題啦，同埋好似就嚟有啲崩潰咁樣嘅狀態。咁啱呢段時間咧，我又係遇到教練啦。咁佢提議話，不如做個 coaching。我話真係求之不得啊！咁咧就透過今次嗰個對話啦，咁我覺得我清晰咗自己好多咯。同埋我會好知道自己嗰個強項弱點喺邊度，而形成今次咁樣嘅問題出現嘅。例如咧，我強項咧就係我係好尊重身邊所有嘅人，亦都可能係過於尊重咧，咁我就出現咗一啲嘅盲點，就係我缺少咗理會自己嘅情緒啊，身體嘅一啲嘅出現嘅一啲警號啊，咁樣咧，我都冇乜留意嘅，不嬲。咁到問題出咗嘅時候咧，就好詫異啊！點解我會咁啊？明明唔係應該咁嘅喎，咁樣啦，咁啊自己又驚惶失措啦，同埋一下子唔知應該要點樣應付邊樣嘢啊，咁樣。咁經過個傾談之後咧，我個處理方法咧就係其實唔係一件難事，只不過係你要認真去面對你嘅問題，真係打開心扉啦，叫做係啦，即係唔好自己都呃返自己咁樣。咁其實都係一啲時間嘅分配啦，多啲關注自己啦，要對自己好啲啦。咁對於自己好嘅調整，例如一啲假日嘅休閒安排啊、運動啊嗰啲咧，要有恆心去做。咁教練咧特別咧都同我講咧，就係你可以唔使一步登天，由小步開始就得㗎啦。
例如咧係你本來都 plan 咗每個禮拜你要做啲乜，你又覺得自己做唔到喎，因為以前有失敗過嘅例子喎。咁佢就教我，咁你以前有冇試過成功過啊？我先醒，係喎，都有喎。咁係啲乜嘢咧？咁樣，咁會唔會調轉咧？我哋就係隔個禮拜咁嚟做啊，咁而養成一個習慣。哇！我即刻叮一聲，我話係喎，使乜逼得自己咁緊要咧？咁樣，咁我係覺得而家我都開始緊啊，真係覺得係幾好嘅，因為人好得意㗎，你當自己去面對到一啲問題嘅時候咧，原來又發覺唔係真係一定解決唔到喎，同埋往往嗰個解決方法咧係唔係真係難得好緊要嘅，真係咁樣咯。咁我覺得今次嘅對話咧，對自己加深咗認識啦，對自己係更加肯定啦。咁咧，只要肯做個調整咧，其實對大局都好有好處嘅。咁我覺得教練最幫到我咧，就係唔好否定咗自己啦。咁因為以前咧都有改善自己成功嘅一啲例子，咁所以咧佢都鼓勵我可以逐小步去改善自己嘅咁。同埋咧，佢其實唔係俾一啲方法我咯，佢係用一啲方法嚟引導我自己幫自己尋求一啲解決嘅方法。咁我覺得呢個係最難得嘅。其實佢完全一句都冇講過話你要點做，你要點做，你嘅方法係要點處理，點處理，一啲都冇㗎。由頭到尾都係我自己去講我嘅問題，然之後個感受係點，發覺有啲乜嘢嘅問題，咁佢嘅引導呢就會令到我係唔係有邊啲嘅解決方法啊？咁乜嘢嘅解決方法我認為係好，認為係唔好啊？咁攤晒出嚟之後，其實你個畫面已經好清晰㗎啦。跟住就問下自己，係咪真係想改善好呢？如果係嘅，你係咪願意付出啲乜嘢嚟令到你換取一個更加好嘅一個生活啊？咁樣咧，咁當然係想噶嘛。咁就由小步開始啊！我覺得呢個係真係，真係贏咗好多嘢，唔識講。希望大家接受個 coaching 嘅朋友咧嘅感覺都同我一樣。聽到阿 Ann 嘅分享，其實我都覺得好開心，因為透過教練對話，佢能夠咧睇到以往嘅經驗點樣影響咗佢一啲嘅決定，亦都咧透過我哋嘅有效提問咧，佢能夠咧揾到一個適切自己嘅目標同埋步伐，讓佢慢慢踏出第一步。相信佢能夠持之以恆嘅話咧，佢係會獲得一個咧工作生活嘅平衡。雖然面對咁多嘅挑戰，將來佢都可以仍然保持到一個身心嘅健康狀態。我相信好多人都會好似阿 Ann 咁，為咗方便喺忙碌嘅生活裏邊咧，就會採取咗舊有嘅方法，又或者我哋根本唔覺察自己嘅一啲嘅假設同盲點，以致用咗一啲舊方法去面對現時眼前嘅問題。咁究竟呢個方法係咪合適㗎？又或者一啲我哋以前嘅失敗經驗，可能就已經嚇窒咗自己，令到自己唔夠膽再行落去，害怕再面對下一次嘅失敗。喺呢一方面，相信教練對話係幫到你嘅，因為我哋能夠用心聆聽，客觀咁樣去回歸，同埋用一啲有效嘅提問引導你去認識自己。教練就好似一塊鏡咁樣，令到你覺察到自己嘅一啲嘅盲點啦，一啲嘅習慣嘅模式啦。當你能夠覺察嘅時候，你就能夠揾到一啲更加合適嘅方法去面對眼前嘅問題。聽到呢度，你係咪都好想體驗下咩叫做教練對話呢？我有一個付費平台，都係叫做幸福潛能360。
只要你用低至32蚊嘅月費成為一個付費會員，就可以閱讀大量文章，有助你個人成長，保持身心健康。與此同時，你可以有個超級優惠價，體驗一下咩嘢叫做教練對話。提大家啦，名額有限，把握機會。有興趣嘅點擊下邊 Record Sale 嘅連結，瀏覽我哋幸福潛能360嘅付費平台。好啦，希望下次又同大家分享另一啲喺教練對話嘅真實個案啦。多謝大家嘅收聽。